观众朋友，今天讲服务方向所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万世对慢慢睇从以前，以从我哋呢设计到农业行销，一直到我哋生意，都同我哋地方有关系。我哋今天嘅福起来有请到伊来到现场，我同我哋分享讲，伊都係一步一步，伊经历到某个事情，同时伊做某个后来会成立的工作室，我哋马上翻我哋以前来到现场，以前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万万嘅陈怡晴。今日我发现以前又再次来到我哋呢福起来，因为其实上一辈来到我哋福起来有一段的时间了嘛吼，睇咩同我哋的观众朋友睇有一下小姐，你知讲好冇？好啊，我是来自万万嘅陈怡晴。我爸爸是做米奇木的，然后太后嘅时间我是读商品设计，商品设计有几多嘅项目，就是有精工，像是做珠宝的，然后皮革就是做皮包设计，然后有平面设计、3D， 然后还有另外学服装设计的刺绣，对，就是有这么多的项目这样。然后在台南留在台南念读书嘛，然后工作1、2年。后来就回来屏东工作。那回来屏东工作，原本是想要自己创业做刺绣，就是自己开个小小工作室，然后接网络的订单这样。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有在做了嘛，可是家人就不是很支持，所以就去上班。那上班就找到一个在万峦的工作，是周木压呗，就是甲板、木板，然后它是用甲醛去做胶合，然后那个环境就会接触到甲醛，就不是很健康，这样也不环保。然后后来就到一个柠檬合作社卖柠檬的，然后刚好老板也很年轻，就很支持年轻人回来这边工作，所以那个就做农企业嘛，就有从开始小编开始做卖柠檬，然后卖柠檬汁，然后做到业务行销。然后就是合作社很小，什么都有做，然后写计划啊，什么都要出货，都就是整个一个流程都要会这样。然后也刚好老板支持我们去念书，就再去进修，就念了屏东大学的那个行销研究所。对，然后老师就我刚好我的那个指导教授也支持我做，就是他鼓励我去写计划，做社区营造的计划，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这个计划这样，然后写了，不小心就有通过，然后是做万峦的走读，就是万峦的，就是去盘点社区的文化，然后做成一个游程，然后带大家去认识走读万峦这样。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万峦可以，就是大家来万峦不是只有吃猪脚嘛，可以有更多的对万峦的认识，可以多停留一些时间，哪怕1小时、2小时都好，可以多认识万峦这样子。因为谈到一片了吼，我感觉到讲，你真是看到伊的年轻人过来杀起伊的缩影，吼，因为也有几个问题上要请问啦，吼，因为几多年都认为讲，尤其是读设计的，哈，读设计的，我们都有个设计魂，我们都希望说啊，当时所学到的东西，我未来就要投入这样子的行业。可是你做2年，还有过来慢慢，其实就做毛过来慢慢。开始我又在那边念书，然后在甜点店上班。对。然后念书是考文化行政，文化行政其实讲轻难嘛。我的对手可能都是很多，对，轻微突属给你，对，所以就是不是很好考，对啊，所以就回来想说回来就找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也可以这样。对。可是听嘢问题就讲，其实有几多年轻人本来在外面或者你有啲功夫、有啲专业，可是几多落卡时间、几多家乡的时间，发现因为家乡嗰种。钱都要工作，也真是几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其实我哋几多年轻人几多乡下，吼，几多这个家乡，也要顾上体育乱的，一天有啲专业，但是几多家乡和专业发现差唔多钱，好，第一的事情卢卡尼都反对，好，嗰个故事嘛有嘛，卢卡尼都反对，嗰时反对的时间，你请工作，好，你等于讲。所有乡下可以请得到的工作，全部行过一遍呢，对不对？就是做行政啊，大部分都做行政，然后薪水很低，然后放假很少，
又要加班，然后加班又没有加班费。系如何所有事情要做，然后薪水几大，同时讲后来就开始做农业行销嘛。啊，对对。好，你对农业行销，你看过行政，后来开始做 sales， 做行销，又开始写计划。然后有人讲，你要老板引归好，鼓励你的一套书，一套个硕士班，又回到学校了，然后开始走行销。因为后来这个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嘛，工作室的名叫乜呀？来了工创工作室。来了工创工作室。工创。但是也尾名有几特别的地方，第一，伊迄工作室，哈，工作室的意思讲人归少，系咪？人工归少，好惊遇到人。用啥物人？两个人什么人？用爱嘛，然后伊在年强诶，后生诶，就是像工读生安尼，然后爱妈妈算咯。我说那两三个人啦，跟三个人，跟第三个人有时唔会来，有时唔会来。我说两三个人，但是有的几特别咧讲，做乜的共创咯，共创，共就是大家一起嘛，就我们身边的人啊，沙起诶，总批。学生诶，国中、国小的学生诶，然后还有外面的艺术家，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发展，为这个地方发展，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叫做共创。好多有讲到讲，其实有神枪到他从研究所是路线上路有鼓励讲，唔等于神枪啊等咧沙起扬州为的青年提案计划啦，好，佢几摆计划同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好吗？这摆计划是我去年规来，我就想讲要做走读，沙起的走读嘛，不然太感人。来万万唔单枪是是主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了解万峦，就哪怕是1小时、2小时都可以，就介绍万峦。所以那个时候就请李桂文老师。把一些万峦的文史资料调出来，然后去盘点万峦有哪些景点可以让大家停留下来去发掘跟认识。那这个路线就有福德祠的八公庙，然后走蜿蜒的小径，就是大家完全不会想到要走的地方，然后蜿蜒的小径到一个佛缝，然后就去看那个佛缝的样子，然后里面有住哪些人，然后跟就是这个。佛缝的构造跟闽南人啊、跟原住民啊的建筑构造有哪些不同的？然后还有做米奇木嘅就是体验，还有新丁花刺绣的一个手作体验，对，就是让大家有半天的时间可以留在这个万峦这个地方这样子。其实也算是我哋呢文化小旅行的一个行程提报出，我哋李桂文先生提供的一个在地的几多文化历史哈，嗰种听到我哋北国庙，还有我哋西路行业批。但是你这个嘛，结合到你这个两个专业嘛，一个算是做米题目，一个系你这个的测收嘅部分哈。嗰种你等于讲，其实来到行了也团。很长的时间，唔单止可以了解到万峦本地一个文化历史，同时嘛可以去体验到当地最有名的做米奇梦啦，然后同时也测收。他看你的反应用呀？那个时候是我发现啊，来报名来参加的人都是在地人或者是外围的人，比如说潮州、竹田、内埔。或者是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但是他是万峦人，但他也就是因为这个游程发现可以更认识万峦，他会觉得说，哦，原来万峦不是只有吃猪脚，也不是只有我们只是去全联买个东西，菜市场买个东西，就这样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对，就原来万峦有这么有趣，然后有这么多事情可以玩，这样。那从也个地方执行完之后，本有乜个感想？幼稚园的时候有办一个活动，叫做来刷狗牛被出给，然后我是演那个新娘，然后那个阿婆就讲，爱迪你可以给新娘，你就扮演那个新娘，对，记得这样。然后可是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记得我，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我虽然不认识你们，但是你们知道我，然后我们有这个特殊的连结，这样大家就会有跟社区的长辈们有更进一步的接触，然后有更进一步的连结，那大家就越来越熟，就是串联起来，就越来越好，共好这样。嗰所以在发通地步，唔单止帮富区院提供，其实慢慢有一个历史，同时嘛帮个等人认识。
嘿啊，也都给他以前的给他一个形容，给他安排的，开始做沙期的事情。可是伊个对外地古来的伊个细妹的，慢慢的吞爱等的沙期又会连接，同时又开始有无腔的做法同想法。休息下哦，看到节目我哋外嗰度好精彩的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呢位媽媽嘅陳怡晴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伊對外向回到故鄉嘅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有提到講，即個喺沙期揚州嘅地方有成長個案啦，吼。那已經成長幾多年啦3年。3年，對1814年開始到2021、2023。係。咁這3年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了解一下講，你這個每一年？成長嘅計劃，冇嗰個合作嘅單位有乜嘅好冇？合作嘅單位有灣萬沙期、灣萬國壯、國小，還有牙齒家。咁做完這個3年計劃地步啦，嗬。你第一年係做乜嘅呀？第一年係做走讀嘛，沙期係小旅行走讀。就是做路途都唔分享嘅。其實如果你這個算是這個用青年體驗嘅方式。係。咁第一年咯。第一年就我發現。青島人、鴉片嘅人唔認識灣萬，我說想愛，就是那個方向有改變。原本是對象是，原本設定的對象是觀光客嘛。那後來因為就是參與的人對象都是，在地的人，或是附近的人，或者是從萬巒嫁出去的人，他們想要更認識萬巒，所以第2年開始就反過來做，就是從萬巒本地開始擴散到外面去，就是我們找社區的長輩，或者是就是一樣這些對象，就是潮州內埔附近的人開始為對象，然後做，比如說做可可的認識。可可的食農教育，然後蜜啟木的製作食農教育，這些就是從萬巒本地的對象是萬巒本地的人嘛，然後這個課程的活動的內容也是萬巒在地的這些活動，然後去做一個結合，比如說讓長輩們去磨可可，他們就大家都知道萬巒就是有種很多可可，但是可以接觸的機會很少，就像長輩他們沒有辦法去接觸這個，比較少機會可以去接觸這個產業，所以就讓社區的長輩去磨可可，然後加蜜啟木加在一起，就是什麼？就是加在一起，它蜜啟木老桶水，然後再加一點他剛剛磨的那個可可粒顆粒，吃起來就有點像加堅果，加綠豆，但口感就會比較不一樣，然後很特別。就是跟他們平常在做的事情、吃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就是讓他們去體驗這個新的生活方式，這樣。我請問講，等於你講一開始嘅時節，因為可能某個東西還唔認識嘛，嚇，嗰時一開始我哋當然會把我哋嘅計劃嘅目標設定成觀光客，咁冇想到過，結果係採鐵嘅人來參加，同時講，我發現到採鐵嘅人對採鐵嘅嗰種事情。冇了解，唔了解，好，嗰時天氣嘅時節，你即下當我哋沙期，我哋國小，鄉下來攀越到本，等於你講也係對象都本我哋採鐵嘅人，認識採鐵嘅文化。好，因為其實所有人同我講，灣萬有竹卡啦，好有可可啦，好，但是嗰種即個唔係種可可嘅人。你這個接觸唔到，你這個唔係做巧克力嘅人，唔係接觸唔到。你哋講哦，原來有賣哦，然後佢有名嘅，但是一般的人，嗰種我喺中國嘅，我喺做其他行業嘅，我哋嘛唔識咁嘅東西。你像我哋，譬如講，我哋從來冇食蜜啟木，但是我媽冇做蜜啟木，我基本有啲人基本連蜜啟木樣做唔掂。嗰時等於你講，等有一啲機會，俾用採鐵嘅去了解到，當地個有名嘅一啲其他嘅一啲物產，好，同時去俾人體驗一下呢個事情。咁也會發動翻去以後，他個人的反應用。他講人就歡喜啊，我平常都接觸不到，然後有這個機會又唔是錢，然後就是費用比較低啦，然後他們可以接觸到這個東西，然後就覺得很有趣這樣。咁第3年做乜嘅？第3年，就是跟找社區國中一起合作，然後做剛好那年做
火凤艺术村，就是有艺术家，就是有艺术家请艺术家来帮社区啊跟学校做这个艺术的客家艺术的传承。譬如讲有陈荣光老师的剪纸嘛，客家剪纸，然后也有那个林富章老师的做那个石雕砚台啊，然后我们还有做那个结合蔡生泰老师写的那个歌草莓叽叽啾，然后做竹蝉。就是用那个竹筒，然后做那个竹蝉嘛，然后让学生们去自己动手做这个东西，然后结合客语的母语，就是教学母语，然后让他们体验，就是同时有手作，然后也有母语的教学这样。可是等于讲还是对象还是变成我们这家的村的里边人，只是讲我们结合到我们的艺术家的驻村的一个计划，好，用一个艺术村我们的沙溪文化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出来。可因为像这个算是年轻人，好，年轻人其实对沙溪的事情想法，我同我们做一篇人，譬如讲做沙溪一件事情，做一篇人做沙溪，人体的想到都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妈妈教师，好，太有乱了。但是年轻人可是做沙溪的时间，以带入来的一个新的想法，如摩动共用。可从这个因为讲，其实算慢慢来讲，算是嘛是一个发展轨态的。因为伊这个要上业，虽然讲唔要发展我们的传统的客家文化，也是用竹卡哈。但是其实慢慢本大陆是一个算是quite活跃的一个地方，也有语文啊，也有水文的历史来讲的话。佢從以前雖然講辦事係慢睇，但是後來要去外面工作讀書，唔用我古來看這個故鄉。我有講啊，就是因為我在這邊長大嘛，所以但是我不認識，就是在做這些事情之前，我並不認識萬巒，應該要那講，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萬巒有什麼東西，有什麼產業。啱啲咧，我其實不知道，所以對啊，等於講主要就基本上是只嘛重新認識這個故鄉，好，等於說要尋根的過，應該說要做基本的過程地方，你也是你的尋根之旅，算是。好，因為其實我做嘛你冇，因為我太有底嘛係安尼先，因為我這個嘛係我當初過來時間，如果講我對西門町都比對屏東還熟，好，可是真正可是整個做。搬基發過程裡邊真的是慢慢的去尋回自己對故鄉的認識。好，那到現在，我們再結合你以前的怎樣，你認為講更加要慢慢有用來發展的可能。慢慢有更多發展的可能，但是我覺得要從小開始，比如說幼稚園、國小、國中開始，我覺得我在生長過程中，好像。學校可以給我們認識萬巒的機會並不多。像國小我們有走讀嘛，走去豬腳街，然後那個請店家介紹豬腳怎麼製作的，就這樣。那現在是國小有帶他們騎自行車繞萬巒嘛，但是到了國中，我們以前國中的時候就是都專注於課業，老師也都只教課本裡面的內容，所以我們可以認識到萬巒的機會基本上幾乎沒有。所以現在有機會可以回到國中，就是幫學生上課，就希望可以有帶更多的不同的東西，多元，就是除了萬巒或是客家文化之外，就是跟萬巒有關的，不只是客家文化，包含原住民啊，或是平埔族，還有閩南村，這些東西都可以帶給學生，讓他們有更開闊的眼界，這樣。因為我哋長期以來嚟講，我發現講其實學校伊本身的市場都規模限，好，所以說那係講伊平常在搞鄉土教育的時候，再去熟悉按照資料，其實對人來講壓力過大，好負擔嘛過大。可是伊如果講南東啊，如帶人去豬腳街看一下哈，然後點樣嘅東西。可是其實幾多學校其實伊幾希望係講同外面人共合作。好，因為唔定我認識幾多嘅沙溪嘅人啊，沙溪嘅嗰度文化人士啦、藝術家啦，把佢哋全部合共下時間，你冇可能做出一幾多發通，我有幾多資料安尼，能同
学校做合作，好，一等都等于讲一等就来参与你们的活动，同时去让他们学校的生意呢可以去认识到真正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历史。或者各种你看已经变台年了，好，你已经是大人了嘛？那我们就回头，各种你更加晚些还是小时候，你希望讲更加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教育的资源也好，或者是文化的资源也好，给那个时候的你，让你多认识万峦。因为其实走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你头一讲的食农教育，为什么会从食农教育着手？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大家都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但是我们都知道吃米其木吃板呢，每天都很像生活日常，但是我们不知道米其木要用的粥哎，我们知道，对吗？一碗可能几十块，可是它制作的过程是非常冗长而且辛苦的，对啊，所以我有带像米筛木的食农教育，是从米稻米的品种开始介绍，然后怎么种稻米，什么季节要种稻米，然后到米制品的加工，比如说它有膨发类，有磨成粉的，有膨发类就是做成乖乖嘛，大家都有吃过乖乖，然后爆米香，然后还有膨发类，这是膨发类，然后还有米粉。就是磨成细粉，然后还有板内是去蒸的，然后米其木是米团，就是过筛之后直接倒热水里不去，对，它是要过筛，对，然后大家都叫米苔目嘛，所以米苔目其实不是叫米苔目，它叫米其木，米苔巴，就台语叫米苔巴，所以变成米苔目。但它是一个错别字，它是要过筛嘛，所以那个米苔就是筛子的意思。对，所以它一直都被叫错这个名字，所以也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让大家知道，其实米苔目是米筛木，筛子的筛，对，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个米筛木，然后从米团教他们怎么制作，就是过筛、挤压，就让他们自己就有一个我们自己带一个对家里的这个小机器带去学校给学生们体验，然后让他们自己挤压，就是它有个杠杆原理，然后让他们自己挤压，然后发现其实米苔目就是一碗那么简单，但是制作过程是非常辛苦的。然后挤压出来之后呢，还请那个厨师，就是厉害的厨师来学校教他们怎么就是煮这个米苔目，这样米苔吧，对，米其木啦，就是教他们怎么煮，然后上餐桌，就是一整个流程带着学生手把手的这样做，就真的蛮有趣的。我是对食开始来了解自家的沙基文化，係一個最重要的事情。休息下我，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放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慢慢嘅陳以前就當現場同我分享講，這個盤呢，賣嘅有關於我哋嘅沙基釀造嘅基本。我想想問一下，幾年咯，有盤呢賣嘅特別的工種有一個計劃叫做萬物生卵，就是請長輩們因為長輩們都有那種囤積物的習慣，就是把家裡的東西，比如說像這個蛋內啊、愛燉條啊，就是找出來。然後有需要修補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我們一開始是先讓他們把這些東西找出來，然後分享這個東西的故事，然後兩個人一組，2個人分享給對方，然後對方把這個故事畫下來，然後讓他們就是上台去分享，我家裡有這個寶物，然後這個寶物有哪個故事，他們就會分享愛燉條係愛家來嘅時節帶來的，然後這個愛燉條。又要去田裡周些時間哈，就是坐在那個椅子上，然後綁那個稻草綁起來，怎麼抽結，這樣，對，然後拿回家的時候，就是本來的藕鳥啊、西筍啊，用的
然后放到现在。就是那个矮墩头可能会有矮一截啊，或者是放在浴室，然后它就泡水软烂，然后就做了还跌倒这样，然后矮头脑就撞到那个墙壁这样。他就讲他们会分享这个生活上有趣的故事，然后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出口，就是可以分享他们生活的故事经验这样。然后这个我们会盘点这些他们长辈的东西，然后如果有需要修复的话，我们4、5月的时候会请屏科大的学生、木工系的学生来帮他们修复这个东西。那除了爱顿条，还有一个长辈他说他们家有那个桌子，然后狗狗打雷下雨的时候很害怕，他就会躲进去那个桌子下，然后他就咬那个就是桌子旁边那个桌角，就咬了烂的这样。所以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请屏科大的学生来帮他们做修复。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是就是用再生或是环保的这些废料去做修复。然后之后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办一个拍卖市集。那这个拍卖市集就邀请长辈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卡，就是这个拍卖物的故事，然后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拍卖。那拍卖的所得就是回给社区，就是各个社区发展协会这样。然后这个拍卖市集上面也会邀请幼稚园的学生来交换玩具。然后还有屏北社大，他们就是义剪农机具，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拍卖市集，这样就是跟在地的居民有更多的互动。要记得是几贴片吼，当初那上工爱用哪能去将以前发现的东西来做一个计划的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这个发想是感谢那个五沟守护工作站的刘进坤大哥，就是他之前也有做过类似的计划，然后就是长辈们也有找出家里很多没有用的厨子啊、桌子啊、椅子啊，然后修复了之后，就是可能他们家没有用，但是就是修复了还可以用，那就给有需要的人去用，这样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那万然就是也可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计划，也跟长辈们有更多的互动。像我哋把老物件发现的东西拿去涨后拿去卖一件事情，因为有了故事以后，它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的一个循环。因为我提供其实后来嘛，有同我的好好生活所有办一的算是小旅行吗？对，就是推广。我们是因为万峦乡公所有购置那个电辅车，然后好好生活所他们在推广就是绿色旅游，所以我就帮这2个东西算做结合，去做一个小旅行，就是把第1年做的计划结合第2年的米塞木的 DIY，然后去串联成一个游程，然后这个游程可能就包含了米塞木的食农教育体验 DIY， 然后客家剪纸的体验，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认识伙房，就带那个游客去认识伙房。然后还有八公庙等等，就是这些景点加在一起，然后用骑脚踏车去串联，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万峦。就是等于讲，虽然係以前伊嘅计划要在综合啦，但是伊其他串行了係在环保、无污染一种概念。其实我们因为讲，其实也算是一个Q 嘅计划，但是用新嘅生命嘅方式来展现。咁後來這個有同我哋學業啲有大水鼓嘅計劃。佢係運用你的計劃嗎？大水鼓的計劃係學位費，就是他們想要收集那個客語長輩們講客語的嘴型跟這個音檔，所以他這計劃還蠻自由的，就是可以找長輩3、5個長輩，然後就是大家就是背抽，然後錄下他們打嘴鼓的一個樣子，然後。內容就他們打嘴鼓的內容是沒有限定的，然後就3、5個去打嘴鼓，講馬給路走的，然後像第1年是他們會講說他們種菜的生活怎麼種菜，然後那個種稻米的過程，然後第2年有長輩很有趣，他說他小時候愛寫毛筆詩啊，去學校的欣賞青學。一定要他們帶
笔墨纸砚要4样嘛，好，笔墨纸砚。可是家里就很穷，就是没有钱去买这些笔墨纸砚，他就去回收厂找纸、报纸纸，然后墨用那个电池，回收厂捡那个电池打开来，里面有那个墨条，好墨条，对墨条，然后笔墨条嘛，砚台用那个笔是用那个竹子管，然后拔猪毛，拔邻居的猪毛，那个猪的毛一根一根拔，然后绑在一起，然后塞进去那个竹子的那个管子里面，这样，然后就摆在桌上，然后老师看了就很好，他要骂他也不是，又不能骂他，因为4样都有嘛，笔墨纸砚都有，这样很好笑。但是我发现那种帮助无简单的，伊每样件都本绑啊，伊要昂的东西，怎么唔绑芥末咯？芥嗰好绑啊，芥有些草啊，有些我落膜。煮嘅冇人見得棒咧，煮其實佢昂咧，煮會愛你，豬會咬人，你不要看它好像是傻傻的，豬會愛你。我說，但是你看蠻細聲嘅，真的我蠻就欣賞講，那筆墨紙砚全部帶，真的嘛花幾多功夫。但是我想問講，你看，那老一台看，其實對古來也還有判案的法通，有乜個心得冇？就是參加活動的長輩、學生或是遊客都會給一些很正向的反應哦，比如說他今天參加這個活動，感謝陳小姐有辦這個活動啊，然後陳小姐很貼心，就是會幫大家就是處理好所有的事情這樣，或者是長輩們就會反饋說，你就是那個小時候的新娘啊，然後你就是怎麼那麼厲害，可以回來這個地方工作，你到底在哪裡上班？你是那個鄉公所的嗎？在鄉公所上班嗎？你是在有機書店上班嗎？我就唔係，我就辦法通，本就來參加，然後來一片聊安尼。其實記法談後來有一點心酸啦，哈。其實幾多年唔抵啊件事情，如果我哋有時間我因為個安排法通一定賺幾多錢，但是其實第一年如果其實也得法通經費冇一多。等於如果我們這時間老師說好了，你應該工作室可以養起一個人嘛？剛剛有說2個半嘛？對，2個半。有一個是誰？一個是我媽媽，一個是你媽媽是工讀生，那個半好。對。好，然後一個工讀生，一個工讀生，對，還有一個，愛欣賞。你要欣賞，其實才是真正的經濟的支柱。咁麼好，以這個人真係盧卡川錢的你嘛？可是其實。幾來做沙期工作，亦遇到鐵的問題嚟講，其實鄉下工作冇辦法學這個，是吧？那未來呢？你有什麼想法嗎？對不起，我把我們的節目弄得很低沉了。其實冇啦，就是辦活動，然後大家開心，這樣子就好了啦。對啊。因為其實都係我運用我應該錢，然後不用講你出嚟做樣的事情。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你不要去刷銀行本子就好了。因為也歸現實啦，好，這很現實。因為你可能這個蠻些喺外面算是讀書台，也是後來歸來慢慢做完很多事情。其實我哋冇歸感謝講，其實有啲人強人家你發芽嘅精神，發芽嘅石頭。如果我清楚，唔可以喺外面上班啊，什麼吼，上一啲可能講一啲辦公室，好量一啲薪水，禮拜6、禮拜日去聊看電影，冇必要更加多我哋咧鄉村地方，尤其係嗰度辦法通全部都禮拜6、禮拜日，等於我們人都冇假期。但是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你一遍一遍的走下去？你可能冇改變。改變哦，就是這些參加的人會給你很多正向的反饋哦，他會說什麼時候辦下一次的活動，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再見面，這個反饋就會讓你會覺得辦活動是開心的，開心人就會想要再辦下一次給大家來這邊玩，來鴉片聊，對，所以就是會一直循環，就是良善的循環，也希望說我可以帶一點點知識給大家哦，密啟木的知識或者是客語的一些小單詞，大家有學了認識這些東西，就是有慢慢的改變。
其實歸鄉發展一件事情，未得幾艱難的路，今年我哋以前嘅故事都提講，其實幾多人強人歸到我哋故鄉以後，伊其實係慢慢的去犧牲自家，唔單止講伊重新去認識也會社區，也會故鄉，同時嘛希望我哋外面嘅人，我哋故鄉嘅人，嘛俾人幾多鼓勵，多多去參加一定嘅活動。有感謝我哋以前來到現場分享咁多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大家。休息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